大家好，歡迎返嚟我哋嘅頻道。當你準備申請按揭嗰陣，通常有兩個選擇：一係行入你相熟嘅銀行分行，二係揾一位專業嘅按揭代理。如果你覺得兩者嘅分別，咁你可能做緊人生中其中一個最大嘅財務錯誤。點解？因為咁啱人可以幫你睇成個按揭期，睇返幾萬蚊。今日我哋會深入探討5個最重要嘅原因，解釋點解你應該揾一位專業嘅按揭代理，代表你去處理你最大筆嘅財務交易。最核心嘅分別就係選擇權。銀行職員無論佢個 title 係按揭專家定按揭經理，佢都係銀行嘅僱員。佢哋嘅職責淨係賣一樣嘢，佢哋銀行自己嘅產品。佢哋唔會玩你知隔離間行有個更好嘅優惠。但係一位按揭代理係獨立專業人士，佢哋同幾十間借貸機構有合作，包括大型銀行、信用社，甚至係專門嘅另類貸款人。你只需要填一份申請表，代理就可以即時為你比較成個市場嘅最佳方案。呢種競爭就係逼低你利率嘅關鍵。有個常見嘅誤解就係你而家嘅銀行會俾最好嘅忠誠折扣你。事實係按揭代理往往可以得到一啲公眾直接入行係睇唔到嘅批發利率。點解？因為按揭代理帶嚟巨大嘅生意額俾呢啲借貸機構，借貸機構會因為呢個生意量而提供獨家優惠俾按揭代理。代理通常可以俾銀行嘅零售職員幫你睇到低0.10%甚至0.15%嘅利率。喺一個50萬按揭嘅5年期內，呢少少嘅差距就可以為你睇返過萬蚊，而唔係俾銀行賺嘅。呢個係一個根本嘅法律同道德區別。銀行職員係為銀行工作，佢哋嘅首要職責係為機構及其股東服務。但係按揭代理對客戶負有受信責任，佢哋嘅目標唔單止係最低利率，而係為你嘅獨特財務狀況揾到最佳嘅整體方案。呢包括睇埋預阻權、提早解約嘅潛在罰款、轉按條款以及隱藏費用。佢哋係你嘅私人代表，為你協商條款，確保細則係對你有利嘅。如果你嘅情況唔係一份完美嘅受薪朝九晚五嘅工作，又或者你嘅信貸記錄唔係咁靚，銀行好容易就會同你講聲唔批。呢個時候按揭代理就變得不可或缺。如果你係自僱人士、新移民、有租賃物業嘅投資者，或者信貸分數稍遜，好多銀行都有僵硬死板嘅規定，導致自動拒絕。代理知道邊啲利基市場或者另類融資方案可以配合你嘅獨特情況，佢哋會策略性嘅組織你嘅申請，強調你符合資格嘅地方，而唔係只着重於你唔合乎資格嘅部分。可能最好嘅部分係乜嘢？對於標準合資格嘅借款人嚟講，按揭代理嘅服務通常對你嚟講係完全免費嘅。代理係由借貸機構嘅按揭成交嗰陣支付佣金，呢意味住你得到專業意見、最廣泛嘅產品選擇以及專業嘅協商，而唔需要自己直接從袋裏出錢。只有咗少數嘅情況，例如非常複雜或另類融資，先至可能會有費用。但一位有職業道德嘅代理一定會事先清晰披露。總括嚟講，當你選擇一位按揭代理，你係選擇緊選項、專業知識同埋代表權。你得到嘅係市場上最好嘅利率，而唔係淨係一間機構想你見到嘅利率。唔好將你最重要嘅財務合約交俾機緣巧合。如果你準備買樓、續期定係重組按揭，請點擊下面嘅連結，預約一次免費、咁義務嘅諮詢，等一位代理為你展示成個市場，幫你哋錢。多謝收睇。